外国人的脸孔。是外国人的脸孔。选了下巴比较圆了，旺夫相比较能够宽容、包容，有量大福大，有容乃大，较有量较有福啦。按当比较愿意当。文件输入文字。按当低度当，按那个播放键。你看世间人拥有几个亿的资产的。当要送上去，他们公司才会转换成眼睛啊、嘴巴啊配合这个说话的声音。这个是女生的声音，自动的不用再选。如果再选的话，再选那个male 是男的，female 是女的。有不同的模型，是语音模型可以选。按这个啊，要先给他电子邮件信箱呢，按一下栏位，它要出现那个可以用的电子邮件信箱，然后按 Continue， 然后来按 Edit， 按这个 Edit 这个位置，电子邮件信箱栏右边那个 Edit。
然后按底下，再用 Google 继续，用 Google 继续。怎么会登录了？很难，还要创造账户哦，还要先有账户哦。按进去，要给他密码，忘记密码了，很麻烦的，忘记密码。